文爷你，你看着他用刀的打在马车上啊，他与他把火呢一做起来，就在四下哇哇了。不烈军官，不如你老子都在细想着啥？是啊，小弟的庙会古树生君啊！啊，我们到府去一般也有余，你不多啊，怎么外没有我好哎，他别不说大美心，有对三生妙丹情，通风淡淡，风尘灵灵，咚咚咚，戳着人，花就永远出残影，难免自意忘东海。春花不作烈，日草得绿美国情。不要话今日红枫今日冰，压过水上真理心。
累累正定，妈妈认定，不卑不亢，若不丁谁哎，像这样血有正、貌有美的女子，你到哪里去找？是啊，如今只知道逢人拍马的，再干再跳，不卑不亢的到哪里去找？各位相公，今有啊，太师府上面风灯美眷借来烧香玩乐，有人想他多许未必，请三位相公也说早离去。奇怪，他烧他的香，我办我的愿，这也不是他太师府，为什么他们得了，我们不得离开？太师夫人乃当道权贵，倘若官位下来，平生所吃罪得起，望三位相公多多见谅。子三兄，这太师大人我等吃罪不起，晚日到府去与玩去吧。哎呀，子三兄。哎呦，哪来呀？
你怎么开口骂人啊？我们姑娘家在这里拜菩萨，你到这里来做啥？你来拜菩萨，我也是来拜菩萨的呀。耶，你拜什么菩萨？你拜什么菩萨？我嘛，祈求菩萨保佑我下次来开手中暖山。我求菩萨保佑，能让我挖一幅好蛋情。你这个人啊，好奇怪，好挖不挖？挖起我们女子来了。你定是个不正经的浪荡子。呀，你怎么又开口骂人了？请问你们是在家亲亲交谁呀？亲亲，我们没那么重，老实告诉你吧，我们是华太师府中大大的一名小丫头。原来是太师府中的大弟，失亲了。太师夫人为父。都随妙笔为丹
情，春卷在我用泪放。今在家里迷踪营。一股骚鸟解放。且不知比谁姑娘，来到江边去我忙，高唱路遥绿汪汪。哎呀呀呀呀！这瓦中的人儿是飞我你去了。哎呀呀！这叫我之后追得上我。原来是位相公啊！相公要嘛以明日称道。去嘛！我不是男女，请打挑板。啊！哦，那，请打挑板。哦。哎呀！哎呀，相公啊，侬要做啥？哦，那我只要称你的座。哦，你要称我的尊啊！相公，我这不是客尊，是一定要空尊。呀，老爸，不过愚人客尊，称你的尊，多进你钱就是了啊。哦，多进我银子啊！好，拿来啊。哎呀，老爸，小生来得匆忙，必拜明了啊！给的加倍于你就是了。相公，我们当医生马米马长，只要严谨的。我委屈了，我委屈了。老爸端来，老爸端来。一把孙子，这孙子拿到当铺去当，可当上2文银。一把孙子能当上2文银？大贵人啊，这孙上有字嘛？啊，有字啊！呀，谁为了？你说孙上有字嘛？哎呀，我是说孙上有字，怎么会是有字呢？哦，是有字，我还以为有字呢。一把孙子能当上2文银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哎呀，老爸，你快，他，哎呀，你，哎呀，你吧，老子告诉你吧，这把孙子是哈哈有名，大概是当不虎的孙家，不可当上2文银。快的说，快当说，哎呦，老爸，相公，来，太子夫人为父。
二妹，此次为姑苏夫人接到你的表弟唐伯父，表弟突然策划前游，非常见到。去与那文人娘子，那我表弟话你。你要的嫌我多，我已与家人强迫，但等保护表弟回来，叫他列起话好，亲自封来。这叫我真正担当得起哟。你愿意当保护表弟来牵牵太子？江南才子亲临府邸，老夫真是三生有幸啊！啊，夫人，他的见了唐伯父，也要真心相陪我。为你管他。啊，夫人二妹，快快进府歇歇去吧。你放心。让那太师府只有一人好人呀。这里有不少一等待我还来，要找宋荣一名快官书房，增加文明4的2元再去真是天助不也。你在做啥？哈哈，你完全是老法了，哈哈。
这个奴才！你们两个奴才，真正气死我也！两股奴才吹不响，我们还不怕人笑。不都是烛光好气，雨水好热的不恼。他把面谁也不管了，万不怕与我说好的事。这是我家新买来的书童，名叫王安，普于文才。今后你俩的私塾就由他来教。虽不胜之功课，从此不到死。王安，但你要严加管教，不可懈怠。真命老夫要到前厅议事去了，宋太子。走吧。哼！都是你！二位公子，请走下做事。什么？苏东竟该管起我少爷来了？好啊！是啊，你也管起我们来了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晚安，大少爷，我口渴了，快去等他来。晚安，二少爷，我肚子饿了，快去碰面点心来。老太子来了。二位公子，从今不起，若不听我管教，我定要禀告太师，从此不早。好啊，你尽管批评我们，不要打。哎，你们听，正殿有人来了。二位少爷，老夫的命我送来赠他。取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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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取香。王安，太子吩咐，命你叫他王再请老夫人与二姑奶奶。什么？带去二姑奶奶？我要到上外去，我要去看曲香。曲香，华帝，曲香也在上呢。曲香是老夫人的贴身丫鬟。哎呀，是此命我快去上吧。
在府门旁，因为相公，因为母，举子为我的姑娘，他为我还心推一将还，等我去心里一慌，思与想，与其求，到最后奶奶此断你不在上房，到此何事？二姑奶奶此前知道新来了一个华恩侍从，真是奇怪。新来一位书童有什么好奇怪的？这个书童与我上次到府去读书还原时见到的一位相公，真长得一模一样。娃我与姑苏一位相公相强，又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他模样儿长得很俊秀丽，管他模样儿怎样？哎呀，二姑奶奶，他晚上出言困我呢，困你？那你随上他困吧。二姑奶奶，听话明说，晚安是做得很好呢。哦，我一晚的不错呢。哼，实其实话，哪能去同我表弟当伯父啊？当伯父？哦，就那个江南弟子当伯父。是呀。表弟伯父常以江南太子天下人，你在毛领军妙得一身，高大清。
千金小姐头上求婚，他起码有一个宽大中的啊，那当不是还想做和尚啊？你有为王去见姑奶奶，二姑奶奶，晚安来了。秋香，刚才听你说他为师说话，我倒要见他一见。是日，二姑奶奶明晚上来请亲。来了。能是为娃当做婆，保自己备他的不要王子的亲亲来了，路上的压的小毛头不在。看见二姑奶奶，下回何人？苏东华安得气得嘞啊！我黑经常生了一颗疮，背不起头来呀！本来见老夫人日玩得好好的，怎么一下子生疮了？去香真想当爷！哎呀，我不是唐人，我是唐通南人哦。你是哪里人子？我是姑苏人子。姑苏？不，我是无锡人子，无锡人子。你为谁事吗？我不为些事。你为些的，为些的。你还为娃娃？哎呀，我不为娃娃。糊涂乱娃哟！两把子。哎呀，我不是八婆，我是别。我是别虎哦，去香，老夫人还你去香，保安，奉着将来。哎呀，来不去了。不要理他你，为他卖身为奴隶。女秋香，我是卖身为奴。
老爷要你们去慰问，走不出文章，又要谁完了？听听，天子朝要文章，眼中巨像困高。你来的正好，为你说话，为你说话。我先生，你鬼说什么？曲香，你都长大了，你怎样？难道你就不想？要我想什么？你想，老阿爸死了之后，这个家就是我当家。王姨，去。那时我请你为上王，你答不答应啊？大少爷，为什么在这里讲这些话呢？那到哪里去讲？请问到桂花地。去下，我去下来，去下，等我上堂与你对谈，好不好？海少爷，为什么在这里讲这些话呢？那到哪里去讲呢？请问到桂花亭。去。什么时候下位？3更4分。什么为好？3分3为好。3分3为好。你们不要睡，我也陪着你们，为什么你？
一个啊？我在叫曲香姐姐呀。哪个是你姐姐？我怎么有这样一个弟弟呢？曲香姐呀。想这里不是爱，难生为我不伤情。你怕被迫当应，我便要拼命开始敲你的锅头，踩你的脚。你身为不平乱到红天生，你把真心要我，为什么不到过去的爱子们？岂不是将门开始唱到处鸟飞丹青三尽情。想你去那一家人像梦中样多伤情，你就将把火台挂下，我看他地里去我公公你不要看飞马呀乱翻风，尽管不一是长的，要知道谁是虚实你难道是你的长音更奏鸣？不与那当保护关键发亮不他万有你正当不服，我去想，虽然你晚上3天3夜也一同都不懂，可你怎么不要说的雨雷放风，想往我去生啊？是非是王妃出宫便知哩。去世啊，
我真是唐伯虎啊！你外向我从当不服，真不知羞耻！哎呀，丞相这边，叫我去向奶奶借了用。哎呀呀呀呀呀！我真是唐伯虎啊！耶！耶！我因悔不争气，我来与您有闹铃，怎么会忘不去了？经过所以不是梦一场，他是不要不得忘不尽了，该将他一人教训。我爱不忘，你把不能情，你比我早自己，今年归我你下陪你两个情。秋香真是气凌人，自母话也自母心，相马相好配比山，今夜晚桂花林列了丹青。妹妹啊，你到哪里去呀？老夫在明我的桂花地采些桂花来。就请老夫和二夫奶奶到桂花地去赏花。哎，秋香啊，你何况去王哥哥？美玉，我想叫他请我画一张像啊。他请你画像？不，是我叫他画的。哦，万哥哥画的真好，我看啊，比当伯父画要好呢。哎，他怎能与当伯父区别画名？我看比不得。哎呀，比上就是比上，你是比得就比得。哎，万哥哥确实比当伯父好，确实好喏。你为何呀？你
不联谊，安归飘香在人意，秋香它且饮热烈，关城关笑，情更静静交用有心意，落日苗就丹青风扎心，俺老天过节诚心意，天红我恨归天气，也难把感情描，稻花林在雨秋香，淋漓下去。老夫人最好。你们两个奴才，昨夜三更到这里来做什么？司马懿老师懂，我去哭什么？去哭老师。司马懿一懂，我这全然去钓鱼。你们两个畜生，不好好读书，昨夜三更又到这里来推进莫非？明朝兵高老爷定要重责你。就去。哎呀，我也一个好意思不分啊！速度马万快接老夫人。哇哦！哎呀，晚安，你在此住在这我是来请二位少爷为书房读书的呀。哟，我一三更读什么书啊？啊？你，华安，莫非你也在是为必所对不成？哎呀，二姑奶奶，你可不要冤枉好人啊！
老爷吩咐要我年家管教2位少爷，因此夜不暂给，我也要让他们好生读书啊！哦，万安言之有理，少爷的功课只要年家管教，明朝兵家老爷定要重赏于你。是啊，老夫人，万哥哥书教的真好，自己好好的赏赏他呢。明日听赏，都得老夫人，都得二姑奶奶。请下张灯送瓦安为素忙。哎呀，老夫人，放来我去灯，就你泪下，哎呦，起下去跑，我是万哥哥委屈。今天给了你，下次当心。万哥哥最好。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二妹啊，2个出身吓我一跳，大大扫兴，我们还是回房去吧。去下张灯送老夫人为保。是，老夫人最好。贵子意，万不同的姐妹。去向南方，我自青山老夫人，金丝策马真千岁。宫里那王道里啊，一起玩起大，他尽管冒失大万想起我把电话，他是谁之类亏起他，我便看着都秒起来教训他。小弟呀，小弟，为去为地每生为奴是助他，结缘的名声天在花，上京到平房天，临房林，万须设法帮助他。丞相，今夜之事切莫声张，面上少一本随法。那么那个叫到党府的瓦恩呢？那瓦恩嘛，我是为啥把鱼他啊？得是给好好的教训教训他。
人比我猜，最美曲江。引我南飞路，其实玉去桥，玉去桥，其实人，是啥意思吗？我这次娃拿起老夫人去款款，要他是我家中当不死的，只当我曲相的厉害。曲香，是不是曲香？曲香。曲向了妹，两个丫头的心越来越野了。上次在桂花岭，两个奴在花叶上等开欢曲向，定是曲向这个丫头藏到死亡，因为雨色渐变，转阳出去，让我体痛。弟弟，我看曲向这个丫头倒是长得聪明机灵。这是女大不中留，还是趁早替他找一份正家。好倒是好，不过找不到他的正家。苏东华恩上司里面，叫二位公子读书也能请礼。是啊，是我按今日以来，我问我的爷爷去正经，不是把曲向许配给他，也显得华府理得言才。不知曲向意下如何？曲向，把我挽起我，曲向，曲向，把我挽起我，曲向。老夫人，你们两个丫头抢来抢去，这真些什么？老夫人，没什么。老妹，拿这么快？二妹啊，我的一只狗也得走。哎呀，二姑奶奶，这猪我得想大少爷，这狗啊，我得想二少爷。老妹，我来了你，是吧？后人不还。我不晓得。曲向，你是曲向，你快说呀！是苏东华恩苏华。哎呀，好一个没良心的娃儿！好一个娃儿！我看他举止端庄，顾虑他在死亡当中，何故他竟然把他的子不看上我之话，已经误上我是少爷，不问了事。老妹，还能把俺这个奴才救呢？哪里跑去？是我姑姑，快来呀！来了。你花不配不出花，没有不尊光。愿子相巧别说话，要曲向，才是曲向与心啊。今日我
那么这出了何事？王哥哥，你叫二位少爷化成狗，化成子，老夫人快了，不得去了。哦，这个嘛，我知道。哎，他们要当你骂你。哦，那么这你不用担心，我按我是有道理。结果老夫人二姑奶奶，王安，你可知配？王安何在之余啊？想你进府，太师爱你才华，并未亏待于你，后不你现在是出家王，今晚只给50家子，万不知配。呀！像二位公子，乃是堂堂才士之子，岂为相知相狗？这话，是哪个将二位少爷的呀？去相识的。哦，想必去相平日对王安心中有痴，有意挑拨离间之故。明明我的是知府狗，再说是二位少爷你是去相识的，去相。你好大的胆子！上次在桂花岭也是你他的鬼子意，现在又把二位少爷逼着是叔父狗，真乃是他在王位，枉归我跪下。老妹，去家不过来。去相哪个靠去？哎呀，姐姐，这是去相斗贼，一怪王安不给话是不三不四的话，要罚谁罚王安？是啊，是我不得应该往我去将这亲戚。呀！那我这预备归了。王安，你姐姐，这是王安不给，免他出汉，姐姐并说再进吧。我不发王安，我一声观音瓦将，将功补过，为自姐姐一下之后。此事真好我意。王哥哥，老夫跟你话观音瓦将，你快起来呀！是。话不成了怎么有什话不成了？夫人请我铺子谋门。我快去把去向铺子谋马。我有谁？老夫人。去向王安金辉过命，命你铺子谋谋，往后之来，那就亲言父我。起来，是。姐姐，进这花园就花灯开，你我何不先去观赏，稍后再来看观音瓦的啊？有主甚好。那么，扶老夫人上花去。哦，老夫人。王安，老夫人命去相替你铺子谋马，这个观音啊，你可要挖好哦。这个嘛，我知道。喏。这里只有我在此，哪里有什么鬼哟？当
堂见员工，真是归命。晚上都上去去，我真是大不无啊！那明明白明，我有儿子奶奶相亲，我的儿子，难道我休想你离开？好全好，只要你冒充，当不是你。好，秋香，今天让伯父要为奴作画，你与我父子谋马。今日我要亲为保定，老夫人命你父子谋马，李官不懂吗？老夫人来了。你快玩呀！哎，你快谋啊！不是谋不了吗？玩不给用嘛。我不谋。那我就不玩了。啊，我谋。去想，你怎么谋得越牛？这情嘛也就越深，这义嘛也就越牛哎了。呀，你怎么是我的我谋。去想啊！向你细诉兵，我方自不输，也结缘，父子作画错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知音难免意难平，不记得那得有点楚江结一却故雨在为你家里鸟丹青，且要还叫我一结山，自当多少此情那节无常音，莫得我此心，羞杀我光阴，为你自应担过苦无常情，为表无常音一片情。如今愿结缘不做来埋身，为表无常音也不定。看此地观看灯，我不怕麻生被人欺，我不怕为奴做房顶。即使大街去相见，他心的我很
行，曲相，你就是我心中的关心
有两位接人孔求签。哦。问正言做事善，他们还会与唐伯父追问兵，来江南四大才子，忽有名望，夫人二妹为迷，ให้老夫更应接见。有请两位接人孔。这娃好像是张伯父的手脚，张将是他的瓦匠，这下可把他捉出来了。老太子不知二位监狱国下令，有何原因望我机会？晚辈冒昧登堂，请老太子还好。不欠了，请谢太子。就我二位监员工今日在的相见，老夫作为平生了啊！今年老太子定不远兄，真乃东阳之才呀！老夫与人徒有虚名，请。啊，老太子，夫人挂着这副官衣瓦匠，真是高雅之才。雅在，不是何人说啊？是我父有位苏东说话。哦，老太子府上竟有几世之才，老太子真称得上是不老在故将啊，老太子，是非请贵子同出来一见。可以，当然可以。瓦命，太令瓦恩出堂。是，太子命瓦恩出堂。瓦命欢怒何事？既有贵客到来，太子命你去见过。什么贵客？说出来的文分明不是三两位接人过。他人定是为我而来，事情既莫这副大半定要欺负于我。哎，快去！结果太子华恩，今有文之命，这是三二位监员国下令，快去结果。是。结果文监员做监员啊，老太子，怎管叫名字啊？叫瓦恩。瓦恩，好一个响亮的名字。请问老太子，怎管是举人还是行经？是去夜不月才没进府来的。不月。哦，难怪他对客人的礼仪万不给多呀。多谢客问错。难怪。是的，你还要好好的一日。此人久了，也就懂了吧。好在二位监员工与你讲话，为何不得已？我的喜儿共听啊。就问苏州唐子文罪是有因素不利，
为何唐监院没有与二位同来啊？老太师问的是唐英唐伯父嘛？真是赫赫有名的唐伯父。他啊，不就在太师府中啊？他在哪里呀？就是他。不是唐伯父亲笔画的吗？哦，才我看来，巧，真巧。这画让你手作别方，有我家画按书画字画，好生相似啊！老太师府上画按手画字画，与唐伯父手画字画真是不分上下。真是，看起来老太师府上也出一个唐伯父了。过奖，画按。在阿日见了唐伯父，定要好生求教。分明，请问二位监院公，唐监院也在何处啊？老太师问的是唐英唐伯父吗？真是，哎呀，太师啊！得了上门真一事无恙，唐伯父他已故了，他已经死了。那唐伯父真是个多名贵啊，休得无礼。哎，可惜呀，可惜！老夫无缘灭绝这位该死记贼，今生终身还死。这也怪他无福来见太子。哇哎，大你在此备下，我吩咐与二位监院公正忙哎一。多谢太子哎，少太，请。做事三，你们二人啊，怎为捉弄人我啊？我们还没找你算账呢。不孝当家子，当作是呆子，共与歌曲子，转眼没银子，看见俏女子，满身做小事，撕破你面子，原来是坏子。哎，请爹，八父兄，你为何要做书动啊？是啊，我接到瓦夫衙外去向，触动王爷，故而卖身进府。据此见到去向，才知他的心比毛还要美。他不仅是我的瓦中之人，更是我自尊自美的一种人哦。瓦中人也好，一中人也好，知道自己。瓦为人是你，哎呀，真是聪明面孔笨肚肠。这种事情为啥不来救救我老祖？哎呀！马主席你骂过了，哎，快听我出个主意呀！正经妹子，子三兄，想个办法，正经妹子啊！二位监院公，快请自写吧。谢太子。晚安。在。二位监院公与你讲些什么？小人已有4个太子，跟在做监院同去姑苏，却是为何？那做监院问小人可曾娶妻呀？你是怎样为得与他？我是小人未曾娶妻，那做监院要我前去侍奉于他，却是为何？他是他府中衙官人多，正比小人挑起一望美美满满的气色，故而小人得来向太子拜
是啊。今日我要当着他的面，让你挑选一房妻室，以是我王后理财理财。多谢太师，快快跟一去吧。是。华明，在吩咐下去。今日太师府要为苏东王安仙女正亲，不能上王下王，压完子女，急急听堂，听候选定。好，不上下听堂，不能上王下王，压完子女，急急听堂，听候王安选定。是。是府上张灯结彩，古有正选，不知为了何事？为苏东王安仙女正亲，得请二位监员公这些一同雅戏。妙，老太子不但是实在的不落，还是为历代现在的样子。今日苏东仙女成亲之妹子，定能名扬四海，千古流芳。过奖。华明，命王安出堂。太子命王安出堂。来了。今日太师府为你仙女正亲，你要仔细挑选，如日定中，一切非常对列差事。不压正确那华丽，穷方正也不巧意，我日路长营不公平，哪来良缘结作成？大人公正官，大与那秋香举行大计，西子贤。
怎么样？府中衙官未曾到齐啊！府中衙官未曾到齐，看起来老太子不是出于真心吧？华彬，怎么还有衙官未到？为老夫人王中的去向未到。哎呀，夫人，今日为苏东王安仙女人情，为何去向未到？哎呀，二妹啊，想不到王安的眼力如此厉害。姐姐，想那王安才有高超，品貌端庄，既聪明又伶俐，以小妹之见，虽曾见他吧？他去向不远，嫂子我在相劝于他。华彬唤去向堂堂，老夫人命去向堂堂。去向王哥哥的气死了，你快去啊！我不去，哎呀，你快去呀！去向，快去娘王安接过。这些背堂很去，老爷，怎么千万不愿意？既然去向自己不愿意，那老太子也不必为难，我们就为父说去吧。去向，这是不体统。去向，你为我不愿意，快告诉我听。二姑奶奶，王他怎么了？王他是我骗子，他骗了你什么？他如果将我当不是你骗子呀！他不是骗子，他甚至江南才是当伯父啊！王真的当伯父？是啊，事情比这是在哪里？哎呀，这都是去向不愿意，我都不然二姑奶奶不告诉，要是他真不是骗子，那我怎么样？当然愿意喽。去向愿意，华彬，快追为二位见员工。不用再了，不用再了。这次在仁兄知道秋香不愿许女当女，故而另为他选了一位夫人。你们看，他们不是来了吗？